我哋大部分唔會淨係咁一條事業線噶嘛，多數會駁翻落去嘅。呢一個咧記載又係話，因感情事件引致你個名譽事業完全停頓咗。不過呢個可以話俾你知100%錯嘅，因為我哋而家睇事業線，你只係睇一個獎，係咪好多人到嗰個位啊？消防員係咪啊？梗係啦，點解知你係咧？退休啊？係咯，原來而家事業線喺呢度，係代表個人60歲前後，佢係退休咁解，唔係話咩奸情啊、有感情啊，引致嗰個事業停滯不前。可能以前個年代係咁嘅，因為以前個年代60歲冇得退休噶嘛，你做到瞓低嗰日噶嘛，幫人打工都有啦，係咪？我哋以前中國都係啦，你養一個工人係養到佢老噶嘛，百年歸老噶嘛。但係而家年代唔同咗，所以有新嘅演繹。咁如果個命運線到呢度停咗，再有一條短嘅成功線，係代表佢退休嘅生活非常之好，感情都係愉快嘅。所以我哋咧手掌咧要不停跟住個年代去更新，如果唔係你學嗰套嘢就錯噶啦。好啦，咁我哋講住咁多先啦，下一 part 翻嚟繼續上堂。咁呢個過長嘅事業線咧，唔係事業做到70歲、80歲都做喎。原來呢個事業發展得太快。喺頂點嘅時候，原來就突然崩潰，因為群眾跟唔到啊！事業線線尾指向木星優，有咗木星優嘅好處啦，咁代表事業線有領導嘅地位啦。事業線指向太陽優，咁其實指翻太陽線，代表可以藝術方面嘅發展。亂公蝦米嘅事業線，代表個事業咧就亂公蝦米，就做下做下都唔知做乜嘢，即係冇目標咯。事業線接疊而上，最常見好似我哋有學生幾個都係咁嘅，就代表係一個職業之後做咗咁上下啦，佢又好想轉又唔夠膽轉，最容易出現打工嘅人就自己走去做私夥生意，同朋友夾少少錢係咪？個私夥生意做成功咗啦，咁啊辭工就自己發展自己事業啦，呢個常見。事業線喺呢個位停嘅，我哋成日都會有嘅，所以好多人喺呢個位會轉變，就男人係38至40，女人係35至38，呢個準確。事業線起嘅時候喺基部，但係中間多一條線喺呢個生命線走出嚟，呢個就好嘅喎，係代表開始時候你自己發展事業，到中段有機會同屋企人一齊合作發展，或者接手家族嘅事業，唔錯咧，係咪？真係幾好喎！事業線有上升線，好似你有喎，一陣可以做版喎。好啊！事業加速發展，呢個生活每況愈下，事業開始走去敗退嘅時候。呢個唔使講啦，影響線啊嘛，邊一段切過就嗰段時間事業容易出現一個停頓，所以有神秘十字紋嘅人都會有一個切過，所以去到呢個45前後都要留意事業容易停頓不前。事業線有一條支線伸出嚟，原來呢個咧都係睇一個結婚嘅記號嚟㗎，呢個代表得異性之助而發展你事業，亦都可以喺嗰段時間結婚。嗰時年歲咧用命運線嘅年歲去計算。呢條就唔同咯喎，黐埋平衡而上，佢唔係掂住，呢個代表係同居，唔係結婚，不過都係有異性之助。呢個一樣啦，不過異性之助發展咗事業之後，最終遭遇到好大嘅困難，因為島紋代表障礙困難。呢個啊，唔係話起點好困難咯，記唔記得呢個係乜嘢啊？係啦，呢個就係私生子嘅記號，記住啦。呢一個有島紋，如果再加埋生命線有島紋嘅更加準確，否則是但有一個好清楚嘅島紋，佢私生子機會都係好大嘅。中間有島紋就事業起點嘅時候發展到中間，遭遇好大障礙，但係最終都衝過呢個障礙而達至成功。咁如果命運線有島紋喺頭，呢個畫得唔靚啦，喺呢個感情線又有島紋，感情線喺土星子底下有島紋，代表乜嘢啊？係死啦！啱啱上堂先講過奸情啊嘛，奸情桃色事件，呢個因為奸情敗露，以致事業遭遇到好大嘅困難啊！所以記住啦，逢係土星之下都有島紋，都唔係好嘢。跟住呢個仲巴閉。加埋木星子有粒星，原來個奸情嗰個通奸者係一個好有名譽地位嘅人。成條命運線得島紋，唔使問啦，一生都唔會成功啦。最適宜做專業大機構，
一生做平穩嘅嘢，千祈唔好諗住發達，千祈唔好諗住做生意。呢啲唔使問，都係做生意周粒運啦，係咪？係。呢一個又係唔好啦，命運線起點有個交叉，亦都代表少年遭遇一個唔好嘅環境，可能係失去父母。中間有交叉，仲慘添，事業發展突然間遇到好大困難，致令佢完全一敗塗地。線尾有交叉，仲慘，到臨老嘅時候唔過得世啦，臨老先破產，或者遭遇一個意外死亡。所以逢係交叉都係好衰嘅。事業線有條支線，伸向呢個木星子，攞埋木星子嘅力量，攞埋木星優嘅力量，一定係一個領導者，可能政黨嘅主席啊，或者某一個行業嘅領導者。命運線有條支線，走咗呢個太陽優，有埋太陽優嘅力量，可以喺藝術或者名譽方面追求係特別好嘅，容易出名，事業都係好嘅。呢個唔使問，財富同埋嗰個科學或者律師又得，醫生又得，原來嗰方面發展特別係出色嘅。三叉有埋呢兩個嘅好處，唔使問啦，權力又有，名譽又有，財富又有，乜嘢都有，即係乜都掂啦呢個。不過未見過。三叉。命運線中間有方格，記唔記得啊？係啦，保護方格，你得到嘅嘢唔容易失去，尤其是喺投機方面得到嘅金錢，唔會無端端左手嚟右手去。講完成功線，下堂再講。而家開始睇現場啦喎。好啊，睇下。睇咗你先啦。睇我先啊，好啊。因為你條命運線咧，原來就幾靚，咁啱咧，全部命運線咧都好多支線咧係上升嘅。你啲線因為幼得滯啊，放大鏡又要出馬啦。撥一撥先。係得啦。原來你就睇到好清楚，嗰個支線喺命運線旁邊左右咁伸出嚟，嗰個叫做係命運線嘅輔助線，係代表容易有貴人輔助事業一路得到成功。話好似好多個叉添，我見到。係咩？好多個位。係啊，嗱，呢度見到一個，呢度又見到一個，唔錯啦。好嘢。咁跟住呢個命運線咧，佢咧去到中間就分叉嘅喎，不過而家唔知分去邊喎。唔知叉咗去邊啊？佢。因為佢仲未生出嚟，你一個喺呢個位啦，一個喺呢個位咧。如果呢個叉一路上到去木星優，就係好好嘅命運線啦。係。咁但係暫時而家佢都唔知叉喺邊，所以而家條命運線好差。畫個畫俾你睇啦。要等佢再生翻好啲先啊。因為你個線幼得滯啊，冇辦法。佢而家個命運線咧，一條就喺呢度，一條咧就喺呢度叉，跟住呢度又有一條。哇！咁多個嘅。呢度有一條叉，因為佢都唔知邊條係。係。因為有一條主線現咗出嚟先至係噶嘛。咁啊，空姐就簡單啦，正常做嘢做到55至60歲退休嘅命運線，因為去到呢度咧，佢就已經停咗喺度啦，冇乜特別。跟住牙科學生咧就未有命運線喎，你見唔見到一紮亂線啊？你呢紮亂線？未有啊，佢。係啊，嗱，呢個又係呢紮，好似呢紮都係啊，呢紮都係。咁咪接疊而上咯，所以而家暫時仲未有目標。係。呢個就等於接疊啦嘛，佢可能着想咗一樣嘢，考慮一段時間又轉第二樣嘢，考慮時間又轉第二樣嘢，就當我哋接疊而上咯。跟住消防員唔使問就梗係正常事業線。嗱，去到呢一個感情線係咪完全停咗唔見咗啊？係啊。所以去到呢個55至60歲就退休咯喎。係啊，消防員係。啊，原來消防員有個神秘十字紋喎，都係咪？所以做消防員就無啦啦走嚟學睇相就啱嘅。好神秘嘅消防員。咁啊，廚師王就唔同啦喎。係。廚師王咧，佢有呢一條命運線，本來停咗喺呢一個。感情線就應該退休啦嘛。廚師王佢唔退休，見唔見就有另一個啊短線，再自己開多檔嘢，發展自己事業唔退休。跟住邊個有好複雜事業線啊？冬菇頭啊？冬菇頭。又係好多條。有冬菇頭咧，嗱我畫一畫啦，唔係好多條啫。嗱呢條上到嚟呢度，呢條再上嚟呢度。嗱呢條就好正常嘅事業線啦，嚟咗乜睇到啦？其實佢有呢條事業線，不過好幼，去到嚟呢個位停咗，又接疊，代表可能35至38有一個新嘅事業發展。不過原本嘅工作咧，佢唔退休住，係啦，所以雙線發展啊，就我哋頭先講嗰啲啦。係啊。咁你好似接疊喎，哇！唔係喎，你個事業線開叉嘅喎。又係開頭嘅時候開叉。一條喺呢個位。一條喺呢個位，
咁原來佢事業線好似棵樹咁樣嘅，原來咁樣通常開叉咧分3叉出去咧，或者2